年在山上长大，习惯踩到地、泥土这样子。赤脚玩音乐，两者都是郑正炫最爱也最享受的事。这些年还多了个重要的理由，陪伴双亲享天伦之乐。他喜欢就好了。以前是鼓手的父亲，了解儿子玩音乐的时候有多么专注快乐。擅长非洲鼓的郑正炫，曾经在总统的外交宴会上表演，也教导智能障碍的孩子复健。为了陪年迈的双亲回到铜锣，他想起有朋友在乌来制作铜锣，何不让铜锣香有铜锣响，敲锣打鼓来行销家乡？经过敲打，其实敲打就是调音，让声音变成。这天来的是当地迷你学校的学生，4、5、6年级才14个人，在郑正炫的教导下上了不一样的音乐课，自己制作乐器，跟朋友一起演奏，足以让大人小孩们都充满干劲。来吃康呐！要懂后告，来吃康啊，这样很好玩，你来试试看。顺着自己的热情走，决定在所拥有的时间内做什么事。不少长者在这里学习打鼓，也找到快乐。一个废弃仓库，在郑正炫的改造下，成了流动着快乐的音乐森林。人嘛，人总是时间生命一定会有限的，不可能活到200岁这样子。你真的要选择一个自己最适合，而且做出来绝对可以让大家就是说哇，有被分享到我们的那个热情这样。铜锣香，铜锣响。郑正炫说，他想做的事太多，都跟音乐相关，最希望让大家分享他的热情，也为教育传承尽一份心力。要懂后告，唔来吃空啊！要懂后告，唔来吃空啊！